哎，马小姐，沙子进眼睛了，我懂，我可什么都没看见啊。杨公子见笑了。有些话你也别往心里去。令尊刚才看你跑出来，心里急得不行。这时候不必开玩笑了，你也不用安慰我。我爹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心里最清楚。我娘曾经把我爹当作天，为我爹而活，以为他会用心保护他。可爹呢，除了满嘴的大道理，从未在乎过我娘真正想要什么。那你呢？你想要什么？我想有什么用啊？这世道本就不是女子说了算的。我倒是在书上看见过，在很远的地方，也有很多女人受人尊敬的。她们当中有人管理着整个国家，有的人发现了别人从未发现过的物质，有人写了被后人传颂的文章和故事。所以你看啊，马小姐，你有主见，有胆略，只要坚持你自己，一定会大有可为的。对了，这个珠子王家若收了，既是和你们马家结仇，但若是亲自还给你们，商会一众那边也没法交代，最后就给了我这个师爷。但我知道，这就是你的珠子。谢谢你，杨公子。嗨，别这么客气，叫我杨林就行。不生气了吧？